歡迎參加聖嘉樂學校幼小運動會。我哋會喺呢個場地香港仔運動場舉行運動會，日期11月3日下晝。我哋為大家準備咗4個活動，希望大家可以享受一個快樂嘅下午。事不宜遲，而家為大家簡單介紹活動內容。第一個活動，我哋會做熱身護脊操，相信有好多小朋友都有做過，俾少少片段大家睇先。當日都會有我哋嘅學生同埋家長義工一齊做㗎，所以唔使擔心唔識做，只要跟住我哋一齊做就得㗎啦。Let's go！睇下我哋啲同學仔，全校都一齊做啊，唔使擔心㗎。完成熱身之後，我哋就會進行活動㗎啦。活動2係身體協調，有3個 level 㗎。第一個 level 呢，就係小朋友推住水泡向前兜一個圈。之後碌住水泡返去起點，跟住就同家長一齊拍手，就可以一齊去第2個 checkpoint 咯。第2個 checkpoint 就係手腳協調，家長就喺側邊打氣。你睇，我哋小朋友同家長都做緊啦。做完之後，就喺側邊行返去起點，咁就完成咗 Level 1㗎啦。完成咗之後，記得同小朋友互相擊掌啊。Level 2都係同頭先一樣，小朋友同家長一齊攞住個水泡，家長行先，到後行，大家翹住個水泡，一齊行一個圈。過程中小心跌倒啊！轉一個圈之後，就將個水泡穿返落個雪糕筒，跟住拖住手一齊向前啦。今次呢，又係身體協調，小朋友走先，家長都要一齊做啊！你睇下片段，小朋友同埋家長一齊做緊身體協調。做完之後，就喺側邊再返起點，呢個就係 Level 2啦。最後又要互相擊掌。關於身體協調 Level 3就係家長穿入個水泡，就好似一部車咁，但唔係自己行。係小朋友細力推佢向前行，之後轉個圈返起點，將水泡擺入雪糕筒入邊。完成之後，小朋友同家長又過去做協調啦。相信完成咗 Level 2之後 ，Level 3就易如反掌啦。最後返去起點，同小朋友一齊擊掌，就完成啦。完成活動2之後，就到活動3，就係障礙賽啦。一齊睇下個環境。同學們要繞過障礙物去到終點。呢個活動分成3組，第1、第2號線為之一組，如此類推。首先2組小朋友同家長一齊出發，一齊推住個大波，推到去一個指定位置，之後停低。
有小朋友同家長一齊穿過前面啲障礙物。穿過晒啲障礙物之後，兩組嘅家長同小朋友每人攞一個波，手三聲一齊掉落個目標度。3、2、1 ，Go！ 掉完之後唔使執波，返去起點再排隊就可以啦。完成活動3之後，就剩返最後一個活動啦，就係接力賽啦。首先，家長攞住個豆袋向前跑，跑到呼啦圈嘅地方擺低個豆袋，小朋友就即刻喺另外一個呼啦圈度拎起個豆袋，就跑去終點，就完成接力賽啦。完成挑戰會有獎牌同埋禮物一份，大家記得練習一下。我哋運動會再見啦，拜拜。